收看《乡亲土老比》，大家来上比。哎呦，又见面喽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永平。哦，大家又永平啊，见面了。又见面了，也1186嘅研究嘅，唔知道今晡日嘅節目準備到會精彩我好看冇咯？金本人，會讚到冇咯？我老人講，金本人，因為客家鄉親同樂會吼，有請到一位國際巨星來表演。我老人講，真的。就不要講出來嘛，我還沒準備好。今日有參加表演哦。我每一時都嘛參加表演，我唔到見咁話，等下企啊嘅做乜嘅啊？錯嘛？你咩來呢主持就好誒，你就你講到一個主持很簡單哦，那主持吼，唔係冇安尼嘅一道功夫吼，冇法度企啊嘅，錯嘛？真嘅。嘿呀，人要有福氣嘅，本宮就是有這麼樣的福澤。哇，好啦，金本人，我老人講，金本人嘅表演啊吼。會讚到冇啦？伊讚到，因為我頭下有看到，真嘅。真嘅哦。你偷偷看他們在彩排。全部都冇講法，只冇講法。我一個吼油門老模門強用啦，夾就介紹今日讚到評審先生，較重要啦。TVB 本人。客家山歌團藝術總監李建明先生，京劇歌后賴以喬先生，扶貧班先生陳春林先生，今日麻煩三位評審先生哦，哈。接下來看T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前流也分明，孝順孝父白髮青面，求當君子，事多傳言，天初經生養愛聰明，恩養你，相戀才求心，3年隨情養子心相依。心動，記憶真情，付出連腳傳大意，強上一愛你，永結同心不分離，情隨朝陽，揚州恩良你，你戀愛心不移。情流也分明，孝順孝父白髮青面，求當君子，事多傳言，天初經生養愛聰明，恩養你，相戀才求心，3年隨情養子心相依。心動，記憶真情，付出連腳傳大意，強上一愛你，永結同心不分離，情隨朝陽，揚州恩良你，你戀愛心不移，對照心動。真情，付出連腳傳大意，強上一愛你，永結同心不分離，情隨朝陽，
扬州恩良义，你恋爱心不移。上恋清水行，哟，来，整齐划一，哦，真紧。班长系来味咧。哎呀，班长系嘛？当时让我想要成立一个班呢。因为他这个叫做讲婆婆妈妈啦哈，他有时间呢是跳跳舞是为了运动。哦，退休咧，表演的舞台，舞台甲昆讲。我挑战你今日来到那个新北三峡嘛，吼，客家文化园区。早上他们还没开门，你7V 就在隔片门口按用跳呢，我有看到，真紧。我刚讲一个明日啦，吼，差不多5點人，係吼，吼，差不多5點人啊，吼，逐年都會有人跳舞。就是一班东主一班，下主一班，安不跳有一班，可能我参加来班，拢可以两个跟群好诶。没有，然后安排。可以，谈公平哈。好啦，今日来谈看那个陈春丽先生。陈春丽先生，大家的婆婆妈妈哈，今位大班都来按讲哦，是差挺难得的哈。哦。是才情感佳嘅哈。我做本期满分。哎呦。天白要评审先生，自家讲係比滿分的咯。接來看呢個評審先生吼，做得到幾多分呢？國際巨星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是。就是那個卓葉家修老師。做得到幾多分呢？請按燈。這裡，你們全部都係滿分4分，恭喜哦！來先生，唔傾按慢呐，唔傾按慢吼，心倉我斷掉。哎呀，恭喜啦！今日來參加呀，觀眾數量哈，哎呀，個獎金100吼，可能是帶幾可能是某個點心來，好嘛？希望下一陣啊，吼，再準備無強樣嘅班，繼續為我哋鄉親同樂會嚟表演，好冇？好，希望你我能強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应该说默剧，不要讲话，好的，不要讲话。OK 了，好看你。对我就是以那个卓别林的化妆，来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让他们猜我刚才的动作。
对。哦，厉害！哎呦 ，OK， 这个就是静默艺术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他讲的哈，国际巨星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，就是那个卓叶嘉修老师，叶嘉修老师，你们烦出来。这个还没开始，他看到。对老师的那个侧影，就说这好像叶嘉修老师，而且今天画成这样子，是不是我们的音乐才子叶嘉修老师啊？在下啊，还没有自我介绍，可以讲话了。哎，我可以讲话了。对，还是你要用静默的艺术来表达自我介绍？我还没有研究过。好，改天可以研究，好不好？下一段。是。好，下一次。是。我觉得这个默剧方式呈现表演哦，很难懂。所以刚刚老师在比了老半天，有一个故事。是有故事，想听。哎，你等下。我觉得你先不要讲，我们来问看看台下的观众朋友。而且我还有奖品。哎呦，还有奖品，早说嘛。因为好可爱哦。还是这样比较有所以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这个是你的加分题。也可以说加分题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问看看台下的观众朋友。可哈，你看的是你的表演嘛该嘛？要去买香肠，他说不要加辣，不要啊！然后老板就帮他加10分的辣，是这样子吗？我刚刚有看到好像是放鞭炮哦，放炸弹哦。请问一下，现场刚刚有看得出来大概老师在演什么吗？看得出来可以举手。不良行为，不良行为。哎呦，有人举手，绿色衣服，小姐，是不是给那个关在那个电梯门外，然后用吊绳子吊上去？他这样子一直，对，他费了千辛万苦去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不好的行为，做小偷。有人说有那个小姐说了是这个可以送吗？可以。他有讲出一个过程，是。我待会送下去。比较简单的，他还有加分题。对，刚刚是那个表演，那个比较复杂一点。好，太感人整块啦哈。几秒钟答案就出现了 ，OK。好，几秒钟，等一下要把握机会，要把握时间。好，有没有答案？有。穿牛仔外套的小妹妹。开车开到睡着。开车睡着还是打瞌睡？要下交流道去休息，不能打瞌睡，也不能睡着。待会再来哦。还有啊，还有礼物呢。你的礼物到底够不够？好，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？有人举手。是遛狗吗？然后狗狗还尿尿在它腿上，那是拉屎，它要公园都要写的遛狗系狗链，随手清狗便。是，如果没有这2个动作的话，都会被开罚单的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跟我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在从那观众朋友都猜得很开心呐，对不对？定下恁的评审欣赏看有还看模咯，先听讲评哦。来，吕老师，那个李先生，其实来讲呢，今后的一种的戏剧的表演，戏剧表演啊，是，因为无声胜有声啊，同时呢，当简单呢。就是得讲了解佢这个做乜嘅东西哈，將呢個現場表演很好，而且對本劇50點，冇錯。這是一個滿分呢。天師給特權給觀眾朋友，最有福氣，真的很有福氣做得看到國際巨星來表演國際巨星。哎呦，接來看你那個3位評審欣賞，本來那個泰國得到幾多分數咧？哎呦，這是賴超，一致滿分啦！陳老師。滿分！謝謝，鳳寶一胎寶，嘿嘿，哎呀，這是我們鄉親同樂會的小小的心意啦，也辛苦老師的表演，謝謝大家。嘿，那我們一起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
厉害哟！孙小弟弟呀，弟弟你几岁？你不是客家人，哦，那你怎么会想要选这首客家歌来表演？你知道你唱这首歌的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你喜欢唱歌对不对？那你以后是要想要当歌手吗？不想要啊？那你想当什么？工程师。工程师。好了，想当工程师的孙小弟弟。你刚刚的舞跳得很好哎，都没有在那个点上。你给情梦中，啊，这个很厉害。你歌词背多久了？因为我本来就会唱。哎呦，哦，你生下来就会唱这首。那你客家歌你会唱几首？2首。那另外一首是什么？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下次来再说。我先听看看嘛。如果是下一首是什么？客家本色。不是。什么？天空落水。17、18田中女。哦，是你唱的歌都跟。我记得赖雨乔好像有唱过。爱吗？对对对对，还是别首去了。不要否认，不要否认，就说对就对。其实根本你俊中吼，你唱嘅那首歌曲。俺们不会冲呢，你不会冲，俺不会冲，哎呦，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，你可以把歌词唱得流利，然后虽然你的脚步啊，你的脚步啊，都跟这个歌曲的 tempo 某相拥，没关系，他跟工程师的节奏有对上就好，对，但是他还是很认真，我觉得只要是不管你是以后是工程师什么行业，只要是认真做事的人，都会让人感到。会想要把你，就是会想要感动，会被你感染到，然后会觉得说想要看你把你的故事讲完，对，所以我今天会给你很高分。哇！那我们可以看分数了吗？我们可以看分数了吗？对他看有没有赶紧拿到2000块，他要补习，要当工程师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好了，老师请给分。哎呦，陈老师都没动静啊，陈老师都没动静啊，陈老师，15，哦，15分满分。班长，弟弟，恭喜你！你知道这个红包里面有多少钱吗？不知道哦，没关系啦，妈妈知道就好。妈妈知道多少钱吗？妈妈知道，所以才来帮你报名的。好 ，OK， 很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哎呦，按家个时间又多了哦。哎呀，你看，英语就你今天安排的这些节目真的很好看的，那个默剧啊，哇，那个老师的那个默剧好厉害，好好看，而且很困难，很困难。因为一站营哦，在舞台上面没有讲话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帮助你。我觉得很困难。还有我们的民俗舞蹈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冲各位啊，所以天司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能有看到的好，喺看到有介有希望的话，急急打电话来报名哦。冇错，因为咩喺辛苦那个3位评审先生，还有我们嘅表演者，以及天司机表现给观众朋友嘅support。乡亲同老弟，大家来上边，急急来报名。